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天南美食呢個頻道，我係杜師傅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就係海鮮腸。呢度有青口，我哋洗乾淨解咗凍之後呢，將佢切成粒狀。切薑絲，呢個腸粉漿呢，係之前我哋炸兩嗰個視頻所用剩嘅。如果大家需要呢個腸粉漿嘅配方同做法呢，可關注視頻上方嘅推薦。放上各種味料薑絲，放少許嘅生粉，將佢撈過之後呢，讓佢入味10分鐘。開一個油鑊，大約係160至170度攝氏，將佢走油。呢個青口已經飛水㗎喇，將佢拉油至金黃色，香口嫩滑。現在呢個顏色可以啦，我哋將佢撈起備用。呢個海鮮腸呢，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嘅海鮮。腸粉漿呢，我哋拉之前呢，將佢撈至均勻，放少許對清水。腸粉布呢，我哋先將佢漿佢，用稀嘅腸粉漿分好底面，布面嗰邊稍為滑啲嘅，布底嗰度呢係車咗有車縫。稀漿上過嘅腸粉布呢，佢就容易起，操作方便。稍為蒸2分鐘時間 OK 㗎喇。漿過之後嘅腸粉布呢，佢拉起腸粉呢，佢就好容易起。稍為濕凍水，咁我哋就開始操作。拉腸粉適宜用猛火，倒咗腸粉漿，迅速將佢撥平。猛火2至3分鐘時間，起泡呢，呢個腸粉就 OK 㗎喇。呢個烹呢，掃上熟油，上過稀漿嘅腸粉布呢，佢就好容易脫離。一底腸粉呢 OK 啦，放上剛才拉過油嘅青口。呢個海鮮呢，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愛嘅，放上少許嘅芫茜。呢個從炸量有啲相似。接住落嚟呢，我哋用同樣嘅手法拉第2底。布拉腸嘅好處呢，佢就係厚薄均勻，賣相好。呢個腸粉薄而透明，韌性好，軟滑適中。
最後呢底腸粉漿呢，由於個量比較少，所以佢就非常薄㗎喇。現在呢個海鮮腸做好啦，掃上少許嘅熟油，將佢切件上碟，方便快捷，美味可口。做早餐或者午餐呢，係一個非常好嘅點心品種。呢個材料呢，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嘅材料。現在呢個海鮮腸就做好啦。大家睇到呢個腸粉呢，佢非常薄身透明，嫩滑可口。我就放上少許嘅菠菜。喜歡嘅朋友可在屋企做啲品嚐。如喜歡視頻，請你訂閱、分享、點讚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